连咪就是元旦哦，即届的升旗典礼有邀请打击乐团中山女中甲建中的乐器队来表演哦，现场阁有阿塔贝来演唱。咚咚锵，真足甲听，这回拍毋是鼓，是一寡生活当中看会到的水果。这是张文公打击乐团的创作，要伫2023年元旦升旗典礼表演，互大家看。主办单位国际狮仔会表示，升旗典礼的主题是众志成城，台湾向前 ，Together We Can。透过热烈的节奏，展现台湾伫疫情了后大步向前的决心。以众志成城，台湾向前为计划的主轴。面对未来更多的经济、政治和自由民主的挑战，我们更要心头了定，大步向前走。庆祝表演除了打击乐器以外，嘛有中山女中甲建中的机队表演。另外，升旗典礼的设计嘛有大学问。设计师罗俊宏讲，万国旗甲经纬度代表台湾甲世界的连结，希望边境解封了后，国际的互动更较好。岛的那个线条跟它的颜色是希望它具有强韧感，它很像绳结啦。然后你也看到经纬线的颜色嘛，然后一起汇聚到台湾的话，它变成是一个枢纽。2023年总统府升旗典礼按12月30日暗时开始实施交通管制，元旦透早4点半开放入场，现场嘛有送限量的庆祝脆暗。记者麦尚英、曾俊佑台北报道。